Clear Bay Lions 對住 CSA 隊嘅。咁啊，先介紹一下雙方嘅喺循環賽嘅晉級路程啦。Clear Bay Lions 咧喺呢個循環賽度其實唔算好順利嘅啫喎，3場比賽1和2負，係咁啊喺呢個準決賽度咧就收復失地喎，3-1贏翻呢個昆侖紅星隊。而另一邊廂 CSA 隊3場比賽1勝2和，再喺呢個準決賽 semi-final 贏4-1呢個 E-Stars 嚟到總決賽階段。而睇翻射手榜啦，其實兩隊應該係話成個 U15A 嘅組別都係十分之平均嘅，冇話邊位球員係特別突出啦。如果要數到嘅 Clear Bay Lions 咧，有9號嘅球員 Mitchell Smith 3球波冇助攻，總共3分啦，排第3位。而 CSA 呢邊咧就分別有28號嘅球員 Wataru Minami 2球波冇助攻2分，排第7位啦。同埋有3位球員都係分別喺第10位，分別86號嘅 Casper Yan 啦，97號嘅 Curtis Wong， 3號嘅 Jasper Leung 都係1球波1個鐘2分，排第10位嘅。Hedy 啊，見到數據上其實 U15A 組所有球員都比較平均喎，你對於呢場波有啲咩睇法呢？冇錯啊 ，Alex 見到其實兩隊嘅球員啦，我會形容為勢均力敵啦。咁因為譬如我哋喺呢一個主隊啦，咁 Greater Bay 藍色波衫嘅 Greater Bay Lion 啊，9號嘅 Mitchell Smith 啦，咁其實佢啱啱就算喺呢個 Play-off 同埋喺呢個循環賽，咁其實4場啦，佢攞到6分啊。跟住另外仲有呢一個77號嘅 Anson Kwok 啦，同埋呢一個89號嘅 Jasper Fan 咧，咁其實佢哋都4場都攞到4分同3分啦。咁而另一方面啦，咁就係呢個 CSA 啦，咁其實3號啊嘅 Jasper Leung 啦，22號嘅 Nathan Lee 啦，仲有呢個86號嘅 Casper N 啦。咁其實佢哋都係攞到比較多嘅分數嘅，咁所以我會形容為呢一場係即係兩邊都有好多好犀利嘅射手啦，咁同埋會有好多進攻啊、傳波咁嘅一場比賽咯。冇錯啊，見到兩隊球員身形都非常之高大啊，相信亦都比頭先嘅 U15B 組嘅決賽速度將會再更加快㗎啦。我都相信係啊 ，Alex 你頭先見唔見到咧？呢一個有4個球證喺呢個冰場上面啊！頭先嗰啲得2場嘅啫喎。冇錯係喎，咁場波咧睇嚟都係今場波嘅壓軸，亦都係最快嘅一場決賽。所以咧，大會都安排4位嘅球證同一時間在場嘅。咁我想問下，4個裁判嘅功能係咪一樣嘅咧 ？Alex？咁啊，4個裁判當然功能唔係完全一樣啦。見到有2位戴住個紅色手袖嘅，今日見到嘅應該就係98號嘅 Sean Eddy 啦，同埋34號嘅 Mark Benetetti 啦，兩個嚟自加拿大嘅主裁判，就主要係負責吹啲犯規啊，或者係入球嘅一啲嘅判罰嘅。另外咧，見到2位邊線員。分別應該係91號嘅 Tim Tray 同埋94號嘅 Mark Loriente， 兩位係邊線員啦，主要係負責睇越位 offside 同埋死球 icing 嘅情況嘅。完全明白啦，即係邊線員就唔會開一個犯規啊入波嘅，主要唔會太過干預啲主裁判吹犯規嘅。有啲情況咧，其實邊線員都會吹犯規嘅，例如啲咩？例如可能係hand pass 啦，用手傳波嘅犯規啦 ，high stick 啦，即係球桿過高去打到個波嘅啲犯規啦，又或者係 too many men 場上面太多人嘅犯規，邊線員其實係都可以吹停賽事而做到嗰個判罰嘅。完全明白啦，嚟。咁見到兩隊啱啱就 warm up 完啦，就開始預備佢哋嘅心情打呢個最後嘅比賽咯喎。冇錯啊！喺雙方球員準備期間呢，提一提現場嘅小球員們，
喺13樓嘅唐燒音樂餐廳嘅決賽晚宴呢，將會喺夜晚10點鐘就結束㗎啦。各位未參與、未食飯嘅球員，好快啲上去享受我哋唐燒餐廳準備嘅美食啦！Alex，見到其實呢兩隊球隊都係屬於本地嘅球隊嚟嘅喎，同頭先啲比賽好似嘅人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樣嘅，即係咪見到呢一度即係啱啱嗰啲就會有啲本地啊，有啲嚟自內地嘅球隊咁樣樣。我諗係始終 U15A 組呢個組別，的確咁多隊都比較平均啲啊。見到就算以 Great Bay Lions 為例啦，佢哋喺循環賽輸咗俾唯一嘅深圳嚟嘅昆侖紅星隊啦，但係喺準決賽度咧又贏翻佢哋喎，而晉級到呢個決賽階段。咁所以可能話又唔可以話本地球員係好特別優秀，但係純粹只係呢個組別咧真係太過平均啦。完全明白啦，因為見到好多球隊都唔係全勝姿態嚟贏到呢個一開始嘅比賽啊！話美比賽開始啦，見到熒光幕左攻右就係白色衫嘅 CSA 隊，右攻左咧就係呢個藍衫 Great Bay Lions 隊啦。開波早段嘅 Great Bay Lions 隊已經有個射門㗎啦，可惜俾呢個 CSA 嘅守門員啊50號啊 Sheldon 擋出，波落翻落嚟繼續 CSA。咁後場組織就係俾 Great Bay Lions 球員截停咗，一個射門 ，Oh my！ 最影打開紀錄啊！有球球員77號 Anson Kok 啊，先拔頭籌咁啊喺呢個龍門前面等佢隊友一個傳波，然後一射地波入咗。冇錯，睇翻慢鏡，羅培嘅後衞再一射，非常之淡定，見到佢。Great Bay Lions 喺咁早階段開波已經分零鐘左右就已經先拔頭籌，將比數先至1比0。睇下 CSA 喺咁早階段失咗一球，會有啲咩應對方法啦？好，後正就啱啱試咗一個越位啊，吹停咗比賽。揸球開翻出嚟啦，控球落喺 Great Bay Lions 嘅棍下，88號嘅 James Lee 打上去，繼續 keep 到個箱入邊嘅前面有 Great Bay Lions 嘅隊友接應到，但係可惜傳到啲中間球員啊，俾咗嚟 CSA 隊30號嘅 Elan Tong 個波打咗入去門底度，一輪嘅爭奪。咁啱球證又試咗 No Icing 啦，比賽繼續嘅。見到Great Bay Lions球員嘗試俾啲壓迫 CSA 球員，令到佢失誤。咁繼續一輪運前，啱啱 CSA 嘗試一個傳波。好危險啊！見到 CSA 嘅守門員50號 Sheldon 接到個波，但又揾唔到個波喺邊度啊！爭啲就俾 Great Bay Lions 嘅球員偷雞得成啊！冇錯啊！嚟嘅波啊，繼續落喺 Great Bay Lions 嘅棍下，88號 James Lee 大棍打上前，前面有一個前鋒接應，後面有後衞跟上想一個補射，但係可惜啊，又俾 CSA 嘅球員攔咗落嚟。73號 CSA 冇攔，抌個波入去，個隊友一路喺龍門底度做啲盤口。呢個時候有球員跌低咗，個球證亦都舉起手示意，冇錯啦，係有一個犯規嘅。
犯規嘅球員呢，似乎係呢個 Great Bay Lions 嘅66號球員個 free look 同埋 Godfrey Long 啊，球證是一個 tripping 勾地人犯規嘅動作。咁啊，而家 CSA 有一個5打4嘅進攻機會啊！好啦，睇下呢個人多打人少嘅機會，會唔會把到？喺呢個階段將個比分嘗試追平。就係Great Bay Lions隊嘅防守好快脆，打翻波出籃線，都嚟到 CSA 嘅後防區域。80號 Casper Ang 傳俾30號 Eden Tong， 而且個射門我識唔中目標嘅，波繼續打翻落去底線度，再嚟到左路傳翻俾後衞，再傳翻俾左路嘅前鋒。呢度Great Bay Lions收個波有個彈到機會，但係好CSA 嘅球員回防十分之快啊！打解咗呢次Great Bay Lions嘅機會。咁個波啊，繼續而家去翻 CSA 球員手上啊！咁啊，嘗試揾隊友傳球啊！咁啊，將個波帶到進攻區域之後，咁啊，繼續啦，開始有少少爭球啦。有一輪混戰之後，CSA 俾呢一個拉人嘅球員89號，唔係 Greenlee 偷到雞啊，係一個地波入咗啊！咁啊，Greater Bay Lions而家擴展到比數2-0，喺呢個人少打人多嘅情況之下入咗個波啊！就係見到你旁邊一種Great Bay Lions嘅呢個家長粉絲們啊，十分之高興。睇翻望遠鏡啊，呢度89號嘅 Jasper Fang 啊，追到個波上嚟射穿CSA守門員 Sheldon 嘅大西龍門，將比分拉開到2-0。咁啊，第一節只打咗半時間左右嘅啫，仲有6分鐘。CSA 攞到波，重新組織個攻勢，嘗試右邊做個突破，但係過唔到Great Bay Lions嘅後防球員。要做兩下嘅猜傳，但係都唔成功。控球落翻嚟Great Bay Lions嘅球員度，而家去翻5打5啊 ！CSA 有個機會。嘗試起手試射啦，唔係好成功，俾呢一個Greater Bay Lions嘅球員擋住咗喎。波繼續喺CSA 球員嘅棍下，嘗試做啲盤口，可惜唔成功。最尾後衞有一個嘗試射門，但係都冇乜力度啊，好輕鬆俾Great Bay Lions嘅球員擋落嚟。呢個傳咗俾前面，可惜前嗰隊接唔到。但係一路好似揾唔到個波喺邊度喎？個17號嘅 CSA 球員啊，喺呢度Great Bay Lions又嚟啦，上一個射門，CSA 嘅守門槍擋走個波，非常之高，打出去圍網嘅範圍㗎。冇錯，球證咁啊，即刻吹停咗啦。見到呢球其實都十分之有威脅啊！中咗個龍門之後再彈柱再向上嘅。爭球再開翻出嚟 ，CSA 隊喺自己門線後面，一路都打唔到出籃線，終於打出籃線，但又俾Great Bay Lions隊打翻入嚟啊！73號浩南，打出去底線嘅，球證會幕表示比賽仍然繼續啊！呢個時候球證就舉手啊，示 CSA 球員犯規啊！
犯規嘅球員呢係97號 Curtis Wong， 咁佢就呢一個2分鐘 out tripping。咁啊，到翻呢一個 Greater Bay Lions 一個5打4人多打人少喎。冇錯，而家攞住2球優勢，嚟到第一節嘅最後3分鐘左右，有個人多打人少嘅優勢。過去後面就俾 CSA 球員擋落嚟，又去咗 Greater Bay Lions 嘅底線度。一輪混戰之後，Greater Bay Lions繼續揾翻個波啦。咁就等咗球員離開咗藍線之後，咁啊嘗試一個起手試射啊！又一輪混戰之後，咁啊Greater Bay Lions就把握唔到佢哋呢一個 CSA 將球打走嘅機會啊！咁啊，而家個波又去翻呢一個Lions嘅後場啦，再次組織一個進攻。呢度 keep 唔到個波喺藍線啊！Greater Bay Lions嘅龍門。個球員走咗出嚟，就交俾 CSA 嘅球員喎。CSA 球員啱3號 Justin Leung， 咁啊嘗試一個試射啊，咁啊俾Greater Bay Lions嘅球員擋住咗。球證冇任何事，比賽繼續啊！然後啱啱CSA再嚟一個試射。呢個 Greater Bay Lions 嘅進攻嘗試除咗中間就可惜啊，俾 CSA 嘅後防截住咗。個波啊，繼續喺 CSA 球員啦，咁啊嘗試大棍打走啊！見到呢一個 CSA 5打4人少打人多嘅時間都完咗啦。中間有個碰撞㗎啦，球證都冇任何表示，比賽仍然繼續嘅。到嚟一節嚟到最後1分鐘啦 ，Greater Bay Lions 將個波抌咗去底線度，而家 CSA 球員真係3號唔好難攞翻，右路一路帶上，傳咗俾隊友啊！喺藍線嗰度有輪混戰，4個人對埋一齊，2個對2個，波打翻出嚟啦，落咗喺 CSA 嘅棍下，傳上前場有隊友接應嘅。做唔到一個威會射門啊！波又落翻嚟，Greater Bay Lions球員打上前，已經有個 icing 死球嘅情況出現啦。咁呢節剩翻大概10秒鐘，應該都未必到有一個有效嘅爭球㗎啦。冇錯啦，見到 CSA 球員都唔出嚟開波啦。第一節暫時打完啦，暫時係呢個 Greater Bay Lions 2球領先緊呢個 CSA 隊嘅。Peter 見到打完第一節，似乎 Greater Bay Lions 隊做到更加多入肉啲嘅攻勢喎。CSA 隊好多時都只係喺自己嘅防守區域做到啲解圍啊，甚至乎可能就算有射門都只係一個單打獨鬥，靠個人能力一啲遠射都唔係話太過有威脅。我會形容可能係 CSA 球員未熟習到呢一個比賽嘅節奏啦，仲可能需要多少少時間去，我形容為熱身一下咁樣樣。始終一個咁快嘅比賽入邊，需要少少時間入去呢一個局入邊係有少少困難嘅，因為正常嘅冰球比賽啊，大概20分鐘3節啦，而我哋呢一個嘉利建設呈現嘅5人冰球賽係12分鐘1節咁樣樣嘅。見到其實嗰個比賽嘅時間短好多啦，咁需要用嘅策略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啊。冇錯啊，可能見到今日 Greater Bay Lions 嘅球員比較快啲入局啊。好啦，見到一次嘅休息。快完結啦，雙方球員再次出嚟準備第2節嘅比賽。
咁雙方換邊，而家左攻右嘅咧會係藍衫嘅 Gray Lions 隊，右攻左會係白衫嘅 CSA 隊。咁啊，做段 CSA 隊嘅右路透露個波，臨時一個射門，俾 Gray Lions 嘅後防擋落嚟嘅。咁啊，兩邊繼續一路問戰，個波啊繼續去翻 CSA 手上嘅，咁一個起手試射啦。咁啊，唔係好中龍門啊！個波繼續都而家喺 CSA 同呢一個賴人中間混戰緊。個波除中間73號冇攔，佢都射門，都係俾 Gray Lions 嘅守門員 Cameron Chiu 擋翻出嚟，一路前場睇到個波，有左路球員嚟咗射門。咁啊，起手試射啦，咁但係龍門吸唔切啦，咁啊將個波打咗去呢一個長側邊，又去翻呢一個 CSA 球員手上，又一輪混戰啦。咁啱啱見到有少少衝撞啦，咁其實球證冇示意比賽繼續嘅。好在見到 呢個 U15A 組嘅組別啦，兩隊嘅身體接觸比較多啊，但係球證係都冇話特別太多嘅吹罰嘅，而且亦都見得多咗啦，將個波打出圍網範圍啊，咁證明其實呢個組別兩隊波咧，的確嗰個力量上啊、速度上啊，都係比其他組別快嘅。係啊，Alex，就算見到佢哋嘅策略啊，同埋打法同頭先 U15B 組都會有少少唔同嘅，見到。冇錯，15A 組更加多嘅猜傳啦，更加講求速度啦，講求力量啦，而且都會比較多啲身體接觸嘅。咁啊，啱啱球證邊線員舉手啊，試一個挨食死球。咁啊，波啊去翻 CSA 嘅防守位置開波。Gray Lions 好快最呃個射門，就再次得手啦，將個比分拉開到3-0。咁慢鏡，起身開波一射，咁啊射咗呢個龍門嘅死角入網啊！咁咪比分嚟到3-0。咁啊嚟到決賽階段冇退路㗎啦，睇下 CSA 隊呢個階段來緊3球有啲咩看法咧？會唔會短時間內做一啲組織，或將個比分追近呢？暫時見到啊，控球喺 Gray Lions 射地，而家 CSA 都搶到波，周生有攔到單個機會，差少少。Gray Lions 嘅守門員啊 Cameron Chiu 擋落嚟，仲有輪猜傳之後，有控球喺 Gray Lions 度打咗去 CSA 嘅後防區，因為73號嘅破籃，體力可能太攰啦，做唔似一個啱嘅換人啦，咁啊俾呢一個拉人有機可尋啊！咁啊攞到一個好好嘅 face off，一個射門。呢個 face off 都係繼續由拉人攞到嘅喎。咁一輪混戰啫嘛，拉人嘗試起手啊，咁射高咗少少，波啊繼續喺拉人球員手上嘅。咁啊啱啱傳翻去後邊，咁啊嘗試去起手試射，咁啊大龍門前面再嚟多個。波啊龍門又睇唔到個波啊，但係個波啊一直入唔到個龍門入邊，咁啊變翻 CSA 控球，咁有一個單打機會，爭少少啊！咁啊28號球員再嘗試一個起手試射啊，
第18號 Ito Yami， 呢個話未完啊，轉頭 Gravely Lions 再入多球啊！不過係77號 Anson Kwok。11萬鏡啊！呢度傳個波上前。Anson Kwok單對住守門員，好淡定啊！壓過埋守門員，反手射守門員左上角嘅位置。比賽時間就啱啱過咗一半啦，咁啊仲有第2節時間就6分鐘。波去翻呢一個拉人手上，咁繼續運戰，有個短傳。見到啱啱有少少碰撞，咁啊球證繼續示意比賽繼續嘅。再嚟運戰，一路對4-4嘅右路，控球終於嚟翻 Gravely Lions 嘅球員隊一路打上前，前面有隊友接應嘅，前面嗰中間隊友中間冇隊友接應啊！你呢度想解圍，又俾 Gravely Lions 球員擋落嚟，俾到中間嘅球員，你想佢射門，俾4-4嘅 Sheldon 擋落嚟。4-4球員大棍打上前，4-4球員攞波，有一輪運戰。波啊，佢去翻呢一個拉人手上一個長傳啊，爭少少，咁啊一個越位。可惜啊，呢個接完個波之後，一直都未企得穩站腳啊，結果就自己越位埋添。好可惜啊！呢個進攻嘅機會，對於拉人嚟講，冇錯啊！對於 CAC 嚟講，當然係終於唞啖氣嘅機會啦。冇錯啦，又可以換人，有一個進攻啦。咁而家 CAC 一個進攻啦。咁啊，而家運戰緊，見到 U15呢，其實好多一啲埋牆角啊，有啲唔喐喎。冇錯啊 ，Teddy 啊！如果喺通常國際冰球賽上邊見到個波喺板邊一度，可能3-4個球員圍住咗，都出唔到嚟，通常球證會點樣做嘅咧？通常嚟講，球證係會示意比賽繼續嘅，因為球員其實因為好多原因令到個波停咗，即係大多數情況之下咧，喺一個冰球比賽上面咧，球證啊都會想呢一個比賽係 keep 住運行緊，而唔係停嘅。冇錯啊，所以亦都。WHF 慣例啦，亦都有一啲嘅規例係會防止球員特登喺板邊收埋個波，拖延比賽進行嘅。翻到嚟現場嘅比賽啦，而家 CSA 隊有機會同呢個射門，Gravely Lions 隊嘅守門員19號 Kevin Chiu 好輕鬆擋落嚟。爭球繼續喺 Gravely Lions 隊嘅防守區域，見到 Gravely Lions 嘅家長們啊，都為佢哋打氣啊 ！Lions 又再嚟一個進攻嘅機會啦，呢個板傳啦，咁繼續攞到個波嘅，有一輪運戰去翻 CSA 手上。4-4球員大棍打上前，又冇隊友接應到啊！俾 Gravely Lions 球員再打翻入去，而家猜翻去自己嘅後半場重新組織，傳上前嘅都係冇隊友接應。呢度有個球員跌低咗啊！球證都係冇表示比賽仍然繼續㗎。4-4球員
又再一個大打波上前，球證舉手時又係一個 icing 嘅情況。Alex 咁其實係咪反映到其實呢一個 CSA 球員開始有少少攰咧？見到多咗咁多 icing 喺第二節上面，似乎係啊 ，Teddy 見到佢哋呢一節過啱啱幾分鐘啦，都好幾個 icing 嘅情況啊，都有可能係有啲嘅傳球失誤啦，或者其實只係佢哋開始攰啦，一啲防守策略希望可以俾場上嘅球員唞啖氣啦。嗱，呢個時候爭球再出翻嚟，落咗居比拉人隻球員一個施射，可惜越門而過嘅，高得幾多下嘅波落隻9號 Mitchell Smith 度，除咗中間，又俾呢個 CSA 守門員50號 Sheldon 接實咗個波。冇錯。第二節得翻1分鐘唔夠啊！個波咧仲喺呢個 CSA 嘅防守，其實見到呢一節啦 ，CSA 都有好多進攻嘅機會啊，好多試射嘅機會啦，但係都仲未把握到呢一個將個波擺入去龍門嘅機會度喎。擺落龍門機會其實有㗎，不過佢俾拉人嘅守門員阿 Cameron 太過濕性啦，今日嗰件頭非常之集中。但係又唔等於 CSA 嘅守門員阿 Sheldon 唔集中嘅，咁當然失每一球，其實每一隊波、每一位球員，甚至乎教練當然都有責任嘅。其實見到呢個 CSA 球員一開始頭2、3球失誤，其實我覺得對於佢嘅精神壓力嚟講都十分之大嘅。冇錯啊，更何況係一場決賽啦，而且而家啱啱第二節打完啦，落後緊4球。咁睇下 CSA 隊去到呢個最後階段有啲咩補救方法啦。而居比拉人隊相信教練俾嘅指示呢，亦都係以穩陣為主啦。始終帶緊4球嘅優勢，無需要同對面去急嘅，無需要對面同對面搶攻，幫體力添嘅。冇錯啊，嚟最主要係呢一個第3節再消耗人哋更多嘅體力咧，咁就令到自己呢一個優勢又保持住啦。各位現場觀眾，你哋而家睇緊嘅係香港嘉里建設呈獻2026年香港5人冰球錦標賽 U15A 組嘅總決賽，亦都係今晚最後一場嘅賽事嚟㗎啦。而且亦都係成個青少年組別最高組別嘅賽事。啱啱雙方打完2節，而家第3節出嚟，再次換邊，熒光幕右攻左嘅咧，將會係呢個藍衫嘅 Gravy Lions 隊；左攻右嘅咧，會係呢個白衫嘅 CSA 隊。好，球員都差唔多預備好啦。第3節就開始，咁居比拉人就成功攞到個球啦。但係波咧而家就喺呢個 CSA 手上，咁啊嘗試個長傳，傳俾前面嘅球員啦，可惜啊，俾中間俾66號嘅靠衝接應唔到。波落到9號嘅 Mitchell Smith 嘅俾拉人隊上反手上嘅施射，啱啱越門而過嘅啫。波啊繼續喺呢一個居比拉人手上，再嘗試一個起手試射。今次又唔中目標啊！波繼續都係 Gravy Lions 嘅控球啊！打翻落去底線，底線有89號嘅 Jasper Fang， 呢個傳失咗，CSA 球員都俾唔到自己嘅隊友啊！而家係後場浩南重新組織，俾上3號嘅 Jasper 咧，上升嘅射門，Gravy Lions 隊嘅12號嘅後衛 David Gu 啊擋落嚟，再嘗試重新組織3號 Jasper 咧左邊，世界中間接唔到個波，繼續一輪混戰啊！見到兩邊都有好多碰撞啊，咁但係球證就暫時未有示意，咁啊比賽繼續啊！
見到15A 咧呢個衝撞又或者身體接觸真係多咗好多壓力冇錯係啊！嗱，啱啱見到中間有一個身體嘅碰撞啊，球證呢度球證有舉起手㗎，今次似乎咧球證認為今次係一個犯規嚟㗎啦。球證主裁判30號 Mark Benetetti 吹一個衝撞犯規 body checking。始終頭先嗰個衝撞可能喺冰面嘅中間啦，球證認為都有相當嘅危險性，所以都判咗呢個犯規嘅。冇錯啊！喺呢個冰球運動上面，我覺得安全係最緊要嘅一項嚟嘅。嗱，咁而家 Gray Bay Lions 隊咧應該有個5打4人多打人少嘅優勢㗎。我睇下佢會點樣處理呢個 power play 嘅機會。好 ，Mitchell Smith 仲要除喺中間，打一塔 Q， 俾翻66號 Coffee Long， 我一嘢打上去呢個 CSA 隊嘅球員席度㗎。爭球點將會落翻喺 CSA 隊嘅後防區。爭球再出翻嚟啊！3號 Just Vernon 將個波清走。Gray Bay Lions 66號 Coffee Long 一路睇定帶出籃線。入到進攻區㗎啦，上線中間嘅隊友，中間有個隊友接咧，有個隊友第一輪要揾前面個波喺邊度咧 ？Sheldon 揾到啊，就遮住個波，爭球點啊將會再設落喺 CSA 隊嘅後防區。呢一個5打4仲有1分05秒啊！咁 CSA 攞到個 face off 之後，咁啊大軍打走啊，咁啊嘗試消耗啲時間，盡快變翻5打5啦。控球一直落喺 Gray Bay Lions 度啊！我見到 Gray Bay Lions 其實就算我打到你一個都唔同你急啊！見到一路都係差翻回傳去後面後場，再重新組織。見到有空位先傳翻上前，冇錯啦！一路右邊打波上前，呢個隊友接唔到 ，CSA 球員清去右邊，17號希森 E 打上前俾3號 Just Vernon， 呢個第一個上升嘅射門。呢句俾Lions守門員啦 ，Cameron Chiu 都係擋咗出去圍網範圍。爭球嚟到 CSA 隊嘅進攻區域。CSA 嘗試一個起手遠射啊！唔中籠啦，再嚟一啲遠射。咁今次又俾佢哋俾38號Daryl Wong攞到波。咁記住而家呢一個Lions係有一個5打4嘅優勢嘅。球證再吹咗一個犯規啊！犯規球員係73號Horan。啱啱 CSA 一個球員出咗嚟，然後一個球員又入翻去。咁啊，Gray Bay Lions再次有一個5打4人多打人少 power play 機會啦。66個 Coffee Long 傳俾9號 Mitchell Smith， 個人能力一路帶上前場。
扭一個，八號都有一懵。波啊繼續喺居克比拉人手上。咁而家9號 Mitchell 咁啊一個後傳，一個施射。5中龍門，但係繼續喺呢一個居克比拉人手上啊！咁啊，但係再嘗試去傳波，傳甩咗，又再去翻拉人嘅後場。Godfrey 繼續控球，咁啊拉去中間嘗試試射啊，唔成功，但係俾佢隊友攞到。嘅時候打出去 Gravy Lions 嘅底線度，88號 James Lee 望定傳咗嚟右邊，到 Mitchell Smith。見到 CSA 球員都冇點樣俾壓力 Lions 球隊嘅喎。冇錯，一嚟可能而家係打少一個啦，二嚟去到呢個階段，可能的確體能有所下降啊。仲有一輪混戰，球證係吹停比賽嘅。嗱，睇嚟就唔係有啲咩犯規嘅，應該係個波去到佢有啲球員望唔到嘅地方啦，咁啊球證示意暫停啊，咁啊保障人哋嘅安全。冇錯，尤其是你見到 CSA 球員坐低咗地下啦，起唔到身啦，都嘗試波出唔到嚟嘅，所以都吹停比賽。而家 Gravy Lions 嘅57號 McQueen 呢個射門係越門而過，比賽去翻5打5。CSA 攞到個波。咁啊，半打入去前場，交俾 Lions 88號 James 攞到，俾87號嘅 McQueen 又打上前場，冇威成嘅，且守門員接住個波。球證好似是 CSA 唔可以換人喎，到底發生咩事咧？冇錯啊，呢個球例咧其實係啱最近幾年先生效嘅啫，就係確保比賽一個順暢進行啦，唔好俾守門員有浪費時間嘅機會啦。主要係就係當對方嘅球員喺紅線後面打個波上前而中龍門嘅話咧，龍門係必須打翻個波出嚟嘅。如果佢係撳實咗個波咧，佢嗰隊就唔可以換人噶啦。完全明白啦。時間1分1秒咁樣過，而家得翻大概1分半鐘左右嘅喎。就話睇到可以話大勢去啊 ，Gravy Lions 都呢個冠軍都應該袋落袋10拿9穩噶啦。呢度又有機會喎，2打1進咗射門，波俾啊上兩五擋落嚟㗎。呢時候 CSA 就做咗攻勢，就轉咗俾個隊友，佢喺藍線前面又接翻打落底線。時間得翻1分鐘唔夠，我又去翻呢個 CSA 啦，就2打2啊！CSA 3號 Jasper 嘗試由後場一個打上去，因為冇隊友過嚟幫佢手啊，點樣？因為單打獨鬥，一路打波上前，有個挨成嘅情況。
由於一比數過大啦，見到個鐘其實都冇停到嘅喎，Alex 係冇錯咪啊？啊！如果個分差係超過2球咧，大鐘就唔會停低㗎啦。呢個時候做埋咗一個爭球啦，CSA 攞到個波，最中間都係起唔到手啊！點樣最後幾秒到現場啦？最後嘅比分係 Garbage Lions 贏咗呢個 CSA 4-0。我覺得呢個2026年香港嘉里健志呈獻香港人冰球錦標賽青少年組別 U15A 組嘅總冠軍啊！Both teams, please line up on the blue line. 我哋而家頒獎嘉賓有金集團嘅顏嘉嘉小姐同埋 Miss Christina Wong，Senior Manager of Mega Ice。Team CSA, please go up to accept the silver medal. 而家頒緊係 U15A 組嘅亞軍，嚟自 CSA 隊。見到班球員都比較失落嘅表情啊，不過唔使灰心嘅，Hockey 5每年都有噶嘛。今年可能失敗咗，我哋下年捲土重來，話唔定下年嘅冠軍就攞到手噶啦。Team CSA, please come up for a team photo. 呢
Team Winnipeg Lions, please come up to accept the gold medal. 而家輪到呢個 U15A 組冠軍 Greater Bay Lions 接受佢哋嘅獎項。恭喜晒啊！And now for the individual awards. The best goalie goes to Team Greater Bay Lions, number 29, Cameron Chu. 好啦，再嚟翻啲個人獎項嘅 U15A 組別嘅最佳守門員嚟自 Greater Bay Lions 隊29號 Cameron Chu。我哋好多謝由你哋廣泛呢條巴贊同總值高達廣泛嘅產品，呢啲贊助廣泛嘅特別標同埋兩張由香港海洋公園贊助門票俾最佳守門員。Next, the best defenseman goes to Team CSA, number 6, Isai Yamada. 最佳後衛嚟自 CSA 隊6號 Isai Yamada。我哋好多謝由你哋廣泛呢條巴贊助總值高達廣泛嘅產品，呢啲贊助廣泛嘅特別標同埋兩張由香港海洋公園贊助嘅門票俾最佳後衛。The best award goes to Team Winnipeg Lions, number 89, Jasper Fang. 最佳前鋒係 Greater Bay Lions 隊89號 Jasper Fang。我哋好多謝由呢條廣泛呢條巴贊助總值高達廣泛嘅產品，呢啲贊助廣泛200元嘅捐款同埋兩張由香港海洋公園贊助門票俾最佳前鋒。The most valuable player goes to Team Winnipeg Lions, number 77, Anson Paul. MVP 最有價值球員，同樣嚟自 Greater Bay Lions 隊77號 Anson Kwok。所有個人得獎嘅球員呢，分別會獲得喜療妥及喜療巴、K Sweets、海洋公園同埋 Serta 贊助嘅 coupon 或者係獎品嘅。呢個時候都頒發冠軍獎杯，俾我哋香港嘉里建設呈現2016年香港5人冰球錦標賽嘅總冠軍 Greater Bay Lions。而隨住呢一個歡呼聲，青年組嘅比賽就暫告一段落啦，Alex。冇錯啊，但青年組嘅比賽雖然打完，但今屆嘅比賽仲未完嘅喎 ，Teddy 啊。下個禮拜咧，我哋繼續會有成年組嘅決賽，將喺5月4號開始，去到5月9號。咁啊，同樣5月9號咧，將會有成人組別嘅決賽啦。到時咧會再有直播
俾大家睇嘅。係啦，而除咗決賽直播之外啦，喺5月4號到5月9號期間都可以親臨 Mega I 現場睇呢一個成人嘅比賽嘅喎。冇錯係啊，成人嘅比賽固然比青少年組力量更加大，速度更加快。各位嘅冰球狂熱迷，當接住睇完呢個我哋香港主辦嘅世錦賽之後，又再一次有啲大型嘅比賽俾大家睇睇。各位嘅球迷千祈唔好錯過，到時我哋冰場見。而家我哋暫時告別，我哋下個禮拜會仲再同大家見面。拜拜。